亲啊，早起一透早，台北遮这个雨势就有够大。广受方面通过台湾，加上这个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甲东北部拢来落局部的短暂阵雨，天气嘛来转凉冷。讲这个温度会豆豆啊落降，到阴暗的深夜，这个温度会落降到无到20度。啊，拜六礼拜，北部甲东北部也是有局部的降雨，就要一直到后礼拜三，这个雨水才会较收缩，气温嘛才会豆豆啊回转来。民众野雨伞穿高的袖仔，春天气候变化多，昨日头赤炎炎，今仔日下午北部就开始伫咧落大雨，天气淡落落，真侪人应该拢想要秘伫咧棉少被内底，无想要出来。随着锋面通过，在台湾的北部地区都有一波明显的降雨出现。今天上半天通过之后，各地降雨的情况就会比较缓和下来。路口上大雨拢是受到这波锋面的影响。以北部地区来讲，今仔日下午高温过26度，低温6到20度。啊，拜六礼拜温度是一困啊6、7度，半暝啊出现16度的低温。不过后礼拜三开始水气变少，气温卖回温到29度。不过在东部跟中南部地区，大概还有将近30度和30度以上的气温，还没有受到影响。直到后礼拜三，东北季风变势进程，北部规天拢会冷冷凉凉。拜五嘛较有局部性的落雨，啊，中南部和东部早暗温差大，较袂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。未来几天的天气嘛是会较适时小落，西部这方面就要注意有的所在会落雨。啊，中度风台马洛卡即马为日本的所在靠过去，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。需要注意的是东部沿海会出现大海涌。春天的天气变化大，出门在外，雨伞袖仔上好拢爱照胶转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